跟他讲啊？你想啊？哈，我是全中华民国上较水的迄个杨秀惠，杨秀惠有菜好吃的粿，你不要跟我开玩笑，你昨天打给我男朋友10通啊？我就是啦，靠你男朋友是安怎？是袂使卡的哦。完了，2个机种卡。我男朋友嘞，啊你这边啊男朋友就公家有就好啊嘛。这种是属于年轻的女生的那种激动的，对。那杨秀惠这种是欧巴桑，那没办法，他就会，他是属于那种老江湖的那种。对啊，很切换啦。杨秀惠其实最搭的人就是沈玉琳。他们两个是不搭的，搭的，而且随 Q 随弄哎，随到对呀。而且他们两个搭起来之后，最后那一定是以离婚收场。我终于看到演艺圈要红就是这样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们就是要就直接推上火线这种，就直接就来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没得刚刚那客沈玉琳气，马上就上线了，对，可是杨秀惠直接就给你泼直接泼水。了。对，省得啰嗦。那我本来想要上去做分手擂台，那个主持人才过去那边就没办法。所以这一部分多学一点哦。啊，刚刚可能有点害羞了，这么多都是这么多的前辈在那要边。表演就不能有不能有羞耻心啊。对，脸皮一定要厚。你看，像玉林哥，我都给他抽了去啊，我没得惊啊，我就不怕他生气了。所以你要让瞬间。你现在终于知道，每一次你讲话，旁边那个人跟你的反应是一样。真的嘞，哈，我们俩讲话很像在照镜子呢，哈。可以啦，哈。